條的路也是阮安定區民最大所期待的，因為自這條變道跨過這個國道8吼，影響遊覽車要左轉或行橋，所以這條這個嘅費用就讓到阮鄉民出入甲南區就個交通會當順利安尼，無早起南區要上班，而且讀車讀到要先經這個交隊啊，所以這個交通的品質哦，有做這個高速公路的跨小軌哦，感覺交通安全的真較順利安尼。確實，台灣唯一一個有紅綠燈的國道就在我們台南。這個紅綠燈其實過去如果在車不多的時候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但是車行的速度會影響以外，還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讓我們很擔心。那現在我們看到南科蓬勃的發展，我們安定，還有這個安南，還有善化的這一線，其實現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就急着要趕快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幾年其實交通部會很努力來建設我們的台南的交通，因為未來我們的科技業的發展，台南就是南台灣的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剛剛所提到的4橫3縱，最中央的這個中間樞紐點就是國道8號。國道8號，如果我們可以讓它通暢的話，速度可以行車效率更高的話，對於我們整體4橫3縱未來整體的交通運輸的效率也會有很顯著的幫助。我們配合國道8號南133線的立體化工程，我們必須要配合133線的一個到港口相關道路的一個拓寬。道路我們會拓寬從10米拓寬到20米，然後它的長度是300公尺，然後總經費大概是7700萬。最主要是因為高速公路立體化的時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時候，轉彎的時候要把這條道路做拓寬之後，車流才不會擁塞到相關的一個瓶頸，然後能夠順暢能夠直接轉往南134線的一個進入南科科學園區。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開闢的時候跟南133線的時候有一個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個混亂哈。那非常感謝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補助地方總共花了35億的經費來把這個國道8的這個高架化哈，能夠通過那個交流道，能夠讓國道8的交通更順暢，讓南133線的交通也更順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擾。廖時軍嘅歡迎收看11月24號的中嘉台南電視新聞。台南市少年警察隊為了防止毒品侵入校園的危害，經過幾啊個月修正，日前巡線在永康3個地點進行查扣任務，順利逮捕5姓嫌犯等3位毒品大盤。同時，該查扣行動嘛會歸功緝毒犬的協助，緊緊地真清平的倉庫查出凱他命等大批毒品。根據宣布，台南市警局少年隊早在掌握23歲5姓男子將永康出租的套房當作藏毒品的所在，等待時機成熟，會同保安大隊將嫌犯逮捕，同時嘛靠到緝毒犬的協助。在將近1000瓶鐵皮倉庫，真緊地查到大批3級毒品凱他命162包，毒品加幣包550包等犯罪工具，專案移送法辦。在永康區順利偵破以吳賢為首的3人販毒集團，現場查獲凱他命近500公克，毒品咖啡包550包，彩虹菸1926支，還有各式毒品分裝器具。訊問後，將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警方指出，這隻表現優秀的緝毒犬叫做雲斯頓，伊主要是行到一條道仔頭前，突然間坐咧無叮當，警方順線搜查就成功查扣，互嫌犯當場無話通講，乖乖互警方掠走。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
今年荷蘭村魔法節將在12月6號到7號在柳營德灣比荷蘭村盛大登場，活動透過節慶加文化融合，展現柳營的熱情加活力，嘛讓遊客在節日當中體驗南台灣上有異國風情的當季旅程。柳營區兼具自然生態甲農村文化特色，是台南推動觀光的重要亮點之一。市府觀光旅遊局規劃舉辦2025荷蘭村魔法節，不僅是希望推廣柳營在地產業甲觀光資源，更透過節慶舉辦串聯周邊觀光農園、歷史建築甲休閒園區，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柳營好山好水，很多好的地方，也很多好的物產，所以包括牛奶、酪農，還有周邊包括落羽松、六甲的落羽松等等，還有包括大新營區哦。這個鹽水，還有鹽水接下來在這個冬天要到的時候，就開始準備月津港燈節嘍。然後接下來我們大新營區的天鵝湖，所以這些地方都是非常好的景點，能夠相得益彰，能有更多的人能夠來參與啊，把一些地方民俗小吃吃起來，把地方的好的景點玩起來，能夠12月6號、12月7號來到魔法村啊，我們荷蘭村的魔法市集藝術節，全台唯一的荷蘭村魔法節，活動將外國節慶氛圍甲地方文化完美結合，不僅有創意市集、奇幻表演、闖關遊戲以及親子體驗等，更有精彩的火舞表演，讓民眾在充滿趣味甲浪漫的節慶氛圍中度過一個周末假期。今年的魔法節其實應該是第一次舉辦了哈，那我們也是在跟荷蘭的元素，包括這個聖尼古拉斯節啊一起啊，這另外一個元素就是我們的風車，哦，那其實，在西北地區很多好山好水，但是需要更多人去挖掘，需要更多人去詮釋，需要更多人去裝點，所以呢，我們在柳營的荷蘭村能夠一方面發展成為這個露營的聖地，另外一方面發展為這個魔法或者是說這個市集上很多好朋友可以一起來。透過異國節慶文化甲地方特色結合，希望吸引更多人行入去柳營，認識柳營，感受農教聖誕氛圍甲幸福能量。市府熱情邀請全國民眾全家大小做伙來柳營，體驗屬於南台灣的浪漫甲魔法。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大理民進黨台南市中初選立委陳廷輝22號在台南市政府西拉雅廣場舉行家庭日活動，邀請市民朋友做伙帶着爸爸媽媽、阿公阿嬤甲厝內寵物做伙到場同樂。現場嘛提供在地農漁產品品嘗，也有小朋友上愛玻璃救援小英雄，場面溫馨熱烈。玻璃救援小英雄一出場，小朋友相當歡喜。立委陳廷輝頭擺推出家庭日，讓親子家庭有休閒的好所在。議員陳怡丁、周麗珍嘛到場上台跳舞。救援小英雄有動力，好，加油，好，往前看。三個人變做大朋友，和小朋友熱情親切的互動。草坡頂坐滿一囡仔和家長，翕相比出高水的手勢，場面相當溫馨。另外，還有毛小孩的專屬活動，特別安排免費寵物檢查服務，讓一人買當帶狗仔做回來參加。廷飛一直強調的，台南就是一個家，這個家是你跟我們一起要呵護它。你將在這個家的每一個人，每一個攏是咱非常重要，咱需要去關心的。陳廷輝希望用實際行動，讓大家感受到厝的溫暖。這回除了飛飛姐姐爆米花、地瓜球、清涼的豆花，也閣提供上在地農漁產品來免費品嘗，親像是北門地區的羊棚龜、鮮花龍花雞仔餅，用蚵仔、沙巴魚做的海產糜，展現台南豐盛過迷人的社
市風味。我們特地開闢了一個能夠食農教育的哈，因為食農教育是亭妃在當召委的時候極力通過的，所以食農教育就是要把我們城鄉的這個感覺把它打破。咱的農業的這個發展，跟咱漁業的發展，要安怎會當跟咱的城鄉做一個融合吼，讓大家好啊體驗。陳廷輝講，參選台南市長的初衷是要提供囡仔好的成長環境，未來將持續推出更多友善家庭、親子同樂的社區活動，把台南變甲更加幸福。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第三屆風威觀光工場的半程馬拉松健康嘉年華，吸引超過1000人報名參加。今年以大江西莊歡喜鬥陣行作為主題，帶跑者欣賞大江，也結合在地文化信仰，且落里門天橋媽祖來領跑。主辦單位表示，今年拄好是風威觀光工場成立12週年，所以嘛請來小朋友上愛悠悠家族來慶祝。5、4、3、2、1。名稱起跑，風威觀光工廠半程馬拉松，佇咧安南區熱力停場。今年活動邁入第3檔，規劃5公里、10公里、21公里賽事，超過2000人參與。沿路會當欣賞到大江之美，更恭請落天門天後宮媽祖聖駕到現場來領跑。那結合在地的文化，那帶着媽祖，然後呢，利用媽祖的信仰跟他的力量，然後讓我們這一次的路跑能夠成功。每個人呢，在跑的過程當中能夠安全，而且能夠得到健康。今年風威科技成立12週年，特別請到悠悠家族的香蕉哥哥甲滿月梅姐姐，和大小朋友做伙來慶祝。這屆活動內容相當豐富，除了要讓更加多對健康有興趣的跑者參加之外，也當更認識風威、認識腳步健康的重要性。古代人講人老足先衰，但是光靠醫療器材的輔助是沒有辦法讓我們真正健康的。我想健康就從足弓開始足弓就是要走路要跑步要運動。風威以觀光工廠結合路跑運動，唔但帶動地方觀光，更打造全民參與的健康城市。未來將持續研發更加多專利科技，守護腳步健康。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為了讓手機的冊更加多元，台南市聽眾體育運動協會出版靜靜功夫社新冊，這嘛是台南市第一本由聽力障礙人親自策劃、攝影加製作的文化地圖冊，要將副社的故事用手語完整記錄落來。台南市社會局技藝秘書林建蘭擺出8區的手語，到場的議員貴賓嘛一一用手語擺出台南37區的手語。台南市聽障體育運動協會出版一本台南400棟來以手語為語言核心的文化地圖冊，靜靜說府城。總統賴清德也個致敬功在桑梓就好。那台南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底蘊非常深厚的這個城市。好，那我們現在社會局，我們也社會各界都在推行所謂的資訊平權跟文化平權。這本冊由聽障團隊專程策劃製作，透過手語影片加影像，和城市故事透過雙手講出來。內面包括3大主題，有台南地區名字、聽障奧運、12生相，攏會當搭配着 QR code 來畫他觀看。聾人的資訊平權這一塊其實非常的重要。聾人跟在社會的交往上面，其實遇到很多的障礙。那聽人其實不太了解手語，所以呢，
呢，我們就希望透過書籍裡面有一些簡單的手語的教學，讓青年可以學習。好，那所以說，比如說有些老師也可以教導學生學習。目前手語已經列作國家語言發展法，市面上的手語冊大部分都是以兒童對話書類為主。協會希望這本冊在聽無聲音的世界當中傳達在地文化。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在1932年開播的台南林百貨，今年迎接94週年。在周年慶當中的重頭戲“虎城摩登大遊行”嘛，將在12月6號登場。今年活動以“做回來林到老嘞”作為主題，預計有30組的團體，超過500位演出者參與。其中有一天嘛出席記者會，來將邀請海內外朋友做回來虎城，感受藝術文化的牽連。林百貨是台南文化資產，擁有城市象徵意義。尤其每一檔辦理虎城摩登大遊行的規模，更是一檔比一檔盛大，成為台南上有代表性的遊行。為了宣傳，今年已經有30組的團體，超過500位參與演出的空前盛況。21號，市長吳英鐵甲林百貨董事長佇榮耀花市牛仔領隊，甲花樣蝴蝶結少女的造型陪同，則會為活動宣傳。加上參與團體踴躍出席，邀請大家12月6號做回來到老嘞。今年的遊行團隊呢，就是歷年來最多的，就有30團。那這30團呢，都是各界產官學界一起來報名的。那我們的遊行總人數呢，在今年一定會超過500位以上。500位以上。那林百貨每次辦活動呢，都有一個使命啊，就是今年要超越去年，每一年都要比每一年更好。所以我相信，只要跟我們一起辦活動的團隊，一定都知道，我們辦的場地越來越大，那我們封的路就越來越多。所以呢，我想繼續辦府城摩登大遊行是林百貨團隊的使命。那我們永遠也會以這個使命為榮。所以林百貨不僅是一個百貨，它是台南文化的象徵，也是台南這個藝術的表徵。那平常時候都有很多來自各地的好朋友以及藝術工作者、藝文工作者非常喜歡林百貨的風格。那也期待剛剛老師說，不管在1樓或在4樓，都有許多老師的創作作品能夠裝點，但是也能夠呈現他們的一個獨特的風格，通通在林百貨來呈現。因此呢，再次歡迎12月6日的時候，我們30個團體，也希望更多的市民朋友們一起來參加。活動期間，在林百貨4樓的藝文空間，嘛邀請藝術家李惠月用1:12的比例來彰顯虎城巷弄、單位甲節慶等生活景象，讓觀眾重新看見在台南生活溫度甲幸福感。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台南市大型高中家長會日前完成改選，由當年投入公益的陳松訓接任新任家長會長。伊佇地方一直堅持做到底的力量來獻身，得到社會各界肯定。伊表示，日後將號召100人顧問團作為教育後盾。手中接過印信，畫面當中穿皮衫就是大型國中家長會新任會長陳松訓。無論是愛心會、偏鄉物資關注、長期投入社會公益，這回將對社區延伸到校園，以着行動傳授愛教育，號召企業家、志工以及專業人士加入家長會顧問團。代表講，阮大型國中這段時間以來努力打拼，無白費，無浪費着時間。我今仔來做會長，我的宗旨足簡單，就是我以愛心來幫助學校，以行動來支持教育，希望會當以後擱再幫助更較多人。阮希望講佇咧阮易經校長的帶領下，會當擱交出更較好的成績。那我們號稱我們有101顧問，那當然呢，在背後呢，這些顧問呢，也長期呢，也都是在地呢，為在地付出。
出。那大成國中是一個呢，強調除了在學歷方面呢扎根之外呢，也強調品格，那也是一個友善的校園。好，那相信呢，在各個家長會還有呢在地呢的大家呢的支持下呢，大成國中呢會越來越穩定，越來越茁壯。大成國中自創校以來，累積多項國家級肯定的成果。家長會是學校堅強的後盾，將持續協助校方推展教育，支持活動家計劃，共同替學生營造更友善、更加有溫度的校園環境。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台南市中青會迎接成立50周年的重要時刻，嘛拄好是市電古蹟單地自動建樹360周年，所以22號上午，中青會理事長陳三潤、單地自動主委陳百棟，甲來自海內外單市中青代表組織做會，依照鼓勵舉行3獻大典，儀式莊嚴隆重。今年是台南市中青會成立50周年的日子。22號上午，在市電古蹟明通領府承德劇堂，依照鼓勵祭拜先祖。祭祖大典由台南市中青會理事長陳三潤、承德劇堂主任委員陳百棟，以及來自海內外各地台南市中青齊聚台南，一同緬懷先祖，延續信眾對遠的孝道精神。早上呢，我們在9點是由我們台南市興濟宮祭祀的組長帶了團隊來辦360年的祭祀活動。祭祀呢非常的莊嚴隆重，讓全世界都看到我們台南市有興濟宮的這樣的一個祭祀活動，非常盛大。今年祭典除了台灣各地單市中青參與，還有來自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香港、柬埔寨、新加坡的中青代表前來，台南市中青會盡地主之誼，同時也為了聯絡中青感情，特別在富林餐廳是開73道，熱情款待中青好朋友。這一次呢，有來自6個國家，有香港、有菲律賓、馬來西亞、柬埔寨、日本、新加坡。那麼外賓呢，總共來了70位左右。然後呢，我們世界總會還有各縣市的理事長也都蒞臨來參加這個盛會。所以呢，我們香港呢是由陳彥南的總會長帶隊。那麼柬埔寨呢是我們陳貴標會長，馬來西亞是陳香花總會長，新加坡陳永祥會長，日本是陳秀英會長，那還有菲律賓胡爾明威瑞5姓的中青的總會長，所以今天在我們富林餐廳舉辦這一個祭祀活動，是有很重大的一個意義。同款是中青的立委陳廷輝也特別來到現場致意，甲中青做伙祭拜陳氏先祖開宗聖王陳元公，頂3尊陳氏祖先金尊。咱的歷史長真正足用心又堅美，你個要加咱世界總會歷史長哦，所以我相信伊這次雖然他說很小型哦，可是基本上城市中青會已經算是蠻堅強的一個活動了哈，所以我相信明年我們會更盛大。尤其這嘛是咱單市中青會當講來接到世界總會每年特別來接世界總會，所以田偉成為咱單市中青的一份子，我感覺真驕傲啦吼，我一定會全力以赴，只要是我們能夠做的地方，會當協助的所在，我一定全力以赴，因為我攏是單市的子孫。台南地區陳氏祖先真濟原言，甲明帝時期開發有關，如陳永華總祭、承德劇堂先祖陳澤統領等。陳三潤強調，期待借由中青會持續凝聚中青的情感甲認同，也積極舉辦公益活動，善盡社會責任，讓陳氏子孫繼續在台南前景發達。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感謝收看11月24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
你跟我這樣做，1、2、3、4、5、6、7、8。2、3、4、5、6、7、8。3、2、3、4、5、6。同樣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也爬快不去耶！我不要得肠病毒，完全没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衛生，腸病毒遠離我。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繼續做工課的雙重壓力，就親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氣。不要緊，補給站就佇頭前，對外口減負擔，對內底補資源。社福職場系統優化，顧老搖囡仔同齊來做，隨時予你有夠力的資源，讓女性甲中國人者有實力再出發。阿媽你好，阮是來甲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佇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增5保庇哦。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林先生，因為你的右手受到機器重壓，狀況比較嚴重，為了他沒有辦法完全復原。先生您好，我是職災勞工專業服務人員，因為我們有收到您的職災通報，所以來了解一下有什麼政府可以協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讓我們團隊一起繼續協助吧。那後續的職能復健服務應該會對他的復工很有幫助。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剛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哇，今天來的人還真多！我在現場拿吉他表演一下，來炒熱氣氛。這樣演奏別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沒有著作權的問題？沒問題，不用擔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權法第55條，非以盈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未對表演人
人支付報酬3個要件。